台湾明年3月打算要开放旅游团去中国，有一寡旅行社嘛上准机会展开行程。不过目前航线还未完全恢复，为较少机票可能就要抢，所以这团费会起1、2成。3月1号开始，我们九寨沟坐高铁，全台独家。组团去中国旅游的禁令会在2024年新正进前宣布解除，3月份就会当开放出团。旅行社已经提早公告行程，尤其是张家界、九寨沟、甲江南等等的所在，是上侪人热门的。业者把握机会，在旅游展览推销就行李。我喜欢回祖国去，70岁了，我也想能赶快去黄山。班机比较少，那我们也拿了几个日期，3月、4月的九寨沟，我们也因为九寨沟在3、4月份是最漂亮的。团费呢，因为直航的班机比较少，所以说机票的价格会比较贵一点。业者嘛表示，两岸50个航点，目前敢若恢复4分之一，大家拢伫抢机票，到时敢会有出团限额的问题，也会等实行的细节出来才会知影。那具体爱安怎做？虽然业者是普遍期待恢复中国的旅游，不过目前热度相关的要是日本、韩国的航线，期待去赏樱花甲看戏。对啊，因为日币比较便宜了，还有联航嘛。差不多啦。我们疫情过后，很多的人力开始慢慢短缺。短缺情况之下，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的机票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巴士行程、景点、餐厅，这些成本都有幅度的偏高。我相信在明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成本价格还是会提高20%。业者表示，日本上界受欢迎的，毋但是东京、大阪，二线的社区、九州等等热门的人嘛袂少。不过因为航线加上日本产旅俗的卡手无够，费用确实有起。可能无法度当去甲疫情进前较俗的团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